电视剧《女力报道》找来景荣客串，要饰演大牌经纪人的角色，跟鲶鱼哥和郑雅有对手戏。第一次拍8点档，景荣说为了背剧本还做了拼音笔记，不担心讲台词 NG， 只怕对手演员们 freestyle， 让他招架不住。穿着帅气长版风衣，男模景荣加入女兵演员阵容，因为他要来客串饰演大牌经纪人，还模仿起身边伙伴平时工作的样子。艺人景荣，刚好我的身边一直有经纪人，所以我就可以好好的学他们的习惯。哈咯，哈咯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，谢谢。X 不能骂脏话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头一回加入8点档，中文不好的景荣阅读上是一大障碍，看剧本还得做笔记。艺人景荣，我们一起看，然后他们解释给我听，我们写拼音在上栏，所以我可以跟着拼音去调好我的音调。这次景荣加入女力，跟鲶鱼哥还有郑雅饰演的赵雅芝有精彩的3角恋对手戏，两位男星都是高个儿，第一次见面的反应也很妙。艺人景荣 vs 鲶鱼哥，基本上你看的人会比你矮一些，所以就习惯这样看，如果有差不多的就会哇，有，差不多了。模特儿出身的景荣，演戏经验不多，被问到会不会担心 NG， 景荣说只怕对手演员的 freestyle。艺人景荣 vs 鲶鱼哥，因为我先有剧本，我有时间去背，然后背得很熟，所以不太会 NG 这件事，但他们很 freestyle， 很自由的那样子，我怕我跟他们走，他们就开始我会见笑转生气，也是那种就是搞笑那一趴，可是我对他会比较认真。首度加入8点档，景荣戏份挺吃重的，帅气高颜值加上精彩3角恋戏份，势必替剧情增添亮点。